嗱，尋晚咧係江玉歡律師，亦都係前議員嚟嘅。嗱，咁佢又拋咗一個咧震撼彈咧，就係俾社會就話啦，原來而家搭巴士根本就唔使攬安全帶。咁可能你就話啦，係咪有人想危害國家安全？係咪又想係要去報國安？因為有啲網上人咧都話想係報國安拉江玉歡嘅。咁但係唔該咧，你報國安之前咧，唔該你睇下條例先。嗱，因為原來睇翻嗰個巴士安全帶嗰條例就話啦，係冇錯。市民嚟緊呢係要攬安全帶，不過只係喺2026年1月25日嗰個巴喺嗰日或者之後註冊嘅呢，先至可以呢係執行呢條法例。換言之就話啦，如果你嗰架搭嗰架巴士係根本喺2026年嘅1月25日之前呢係註冊嘅話呢，就根本係唔會係呢個立法嘅規管範圍。咁可能你就話啦，咁啊，終有啲巴士係喺呢個日子之後去註冊噶。好啦，咁就有啲巴士嘅車迷啦，咁就即刻咧就揾到資料就話啦，原來啊，而家喺香港係最遲啊，即係註冊嗰批嘅巴士咧喺2025年嘅11月嚇，即係起碼尋晚消息啊，唔知今日有冇啲係更加係 latest 嘅。咁總之就話原來簡單嚟講，而家喺市面上嘅巴士咧，真係冇100%都肯定99%咧。係根本係唔需要攬安全帶噶啦。嗱，我哋就住係嗰條法例，阿江玉歡議員咧幫我哋演繹。嗱，咁不過咧佢都有接受係傳媒訪問嘅時間就話啦，哎呀，咁可能我都有噏錯嘅，咁啊唔該你政府就釐定清楚啦。咁啊將翻呢個核彈咧就交翻俾政府。咁好啦，咁啊睇下咧嚇，即係我哋強勢政府李家超啊，或者鄧炳強啊，有冇走出嚟就話有人咧以災亂港啊，以巴士帶亂港啊，危害國家安全有冇？冇喎。好靜喎！哦，原來突然之間去咗太空啊！因為咧成個政府而家靜過太空。好啦，睇片前希望大家免費訂閱，咁方法就喺右下角撳訂閱時間，就記住撳鐘仔揀晒全部，咁然之後左下角俾個 like我，感激啊！嗱，呢一單嘅巴士之亂啊，喂，完全係超出咗我哋社會認識嘅範圍啊！因為咧，你而家係咁樣係將一啲嘅矛頭咧，就令到係市民咧，大家互相咧人民鬥人民。嗱，好似而家已經開始有社交網站嘅人咧，就係影人哋咧唔戴安全帶。嗱，咁啊網上見到條友咧就話啦，影到有個人啊，佢唔戴安全帶啊，咁啊見到一位男子咧就坐巴士咧，咁但係咧佢嗰巴士係真係有安全帶，但係佢就唔扣。咁而且呢條咧係唔將影人嗰個人咧係打格仔直接直出嘅啫。咁所以已經係有一啲嘅部分嘅社交網站嘅blog 主啦，就話啦，哇，呢啲人係黐晒線喎，成班好似係精神病院嘅人走出嚟周圍發癲，哇，四周圍影人有冇扣安全帶放上網。嗱，咁而家政府咧就搞到成功啊，令到社會咧係充滿呢個人鬥人啊。哇，咁呢個亦都係事實啦。嗱，就算你話政府唔係專登咁做，但係佢而家呢條法例會令到有人係咁樣噶。尤其是19年之後啦，有好多人咧最中意咧就影大頭班嚟上網咧係唔使俾面嘅。咁首先即係香港雖然冇呢個肖像權啦，但係有個問題，其實以我認知應該喺公共交通入邊，公共交通嘅即係譬如車輛啊或者係地鐵入邊咧，其實好似係唔俾影相嘅。即係如果你影相嘅話咧，咁係咪呢個都係存在一個法律嘅問題咧？嗱，我哋呢個係保留啊，即係有呢個咁嘅法律嘅責任。好啦，我當啦，就算係喺呢個情況咧，就係唔怕嘅嚇，因為咧佢犯法。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咁首先犯唔犯法唔係你定，係警察叔叔定。咁你就算你真係想報警嘅話，你咪報警咯。但係你唔可以就係咁樣即係擺人哋上網啊嘛。呢樣嘢咧，我自己覺得係真係最差。嗱，雖然佢冇話所謂嘅起底，咁但係你影晒人哋嘅樣又成嘅話咧，咁其實係好影響到人㗎。同埋即係你記唔記得何敬康議員講咩啊？就話陳家沛啊，佢逆線行車啊，你班人喺度鬧啊，人誰冇過啊？何敬康議員咁樣講㗎，人誰冇過啊？咁我想問翻何議員啦。咁啊，2019年啊，嗰啲僆仔啊有犯錯嘅，有啲係俾人拉坐監啦嚇，有啲係可能咧就嚟俾人告啊。咁嗰啲可唔可以話一句人誰冇過就唔使告啊？嚇，即係坐監我當 delete 得唔得啊？社會可唔可以再接受翻佢哋啊？得唔得啊？起碼我見唔到政府係帶頭去接受翻佢哋咯。起碼我真係見唔到啊。反之就話啦，有潛藏勢力啊，仲話會死灰復燃啊。我淨係聽到呢咁嘅消息啫。嗱，江玉歡律師咧就話啦，新例只係限於咧喺1月25日咧登記嘅新車啊。咁但係其實運輸署之前咪咁講嘅。嗱，運輸署咧係好清楚咧，就喺新聞公告嗰度咧就講嘅就話啦，司機同埋乘座位嘅乘客都需要佩戴安全帶。但係江律師咧亦都好清楚啊，就括住嗰條規例就話啦，係僅適用於1月25日咧或者之後首次登記嘅巴士，即係舊巴士，即係咧係即係座位有呢個安全帶咧，乘客唔佩戴咧。最多係即係保障唔到自己安全咧，但係咧亦都係唔會不會負上咧係刑事嘅責任嘅。嗱，點解我哋會咁緊張？係因為你知道，因為巴士唔同小巴唔同私家車，咁小巴同埋私家車相對嚟講咧，
其實嗰個空間咧係會比較係好用過就係巴士嘅，因為其實真係巴士係咩嘢 size 嘅人咧都係會搭巴士，但係咧有好多人咧就話可能因為佢自己覺得即係身材唔方便啊，搭小巴嘅小巴咁細咧，佢自己唔方便上車，佢哋係會唔上嘅，寧願選擇搭巴士，因為起碼我有認識嘅朋友，佢哋都有咁嘅情況，咁佢咪搭巴士咯。好啦，但係而家你話巴士又整安全帶嘅時間，咁又變相咧又令到佢將喺小巴問題咧又困惑一次啦。個小巴安全帶已經好窄噶啦，喂，你而家去到巴士個位仲窄，咁譬如身材稍為肥胖嘅點樣上車？咁可能咧就未來啊，就如果你搭巴士之前，可能每一個巴士站啊諗到啦，諗條發達橋，咁我哋咧每一個巴士站就整個磅，就叫做發達磅，就好似當年啊梁朝偉咧喺嗰套《天降財》上邊啊整個發達磅一樣。咁啊，總之你搭巴士之前咧，咁有個係電子磅啊，幫你記錄咧究竟你係幾重，如果係過咗磅咧，就唔俾你上或者係收翻你附加費。咁我覺得咁樣係令到即係成件事啊，咁啊可以合理化，肥嘅人都可以上巴士，同埋咧 make sure 你係要綁到安全帶咯，同埋唔好影響到人喎。呢樣嘢咧就係一個難度啦，因為有好多時咧，就算身材肥胖人上巴士咧，咁如果你話就算有冇安全帶嘅話咧，咁咪好容易辦嘅啫，因為咧佢咪坐出邊咯，咁佢坐出邊嘅時間咧，佢隻腳咪稍微向外邊走廊位置係去移動，咁樣咪唔會影響到係坐入邊嗰個乘客咯。但係你而家唔係啦，你而家係安裝安全帶嘅時間咧，佢就唔可以咁做動作。就一定要同嗰個隔離嗰人係平排坐嘅時間，咁就會係人逼人啦。嗱，你信唔信呢？未來喺巴士啊，即係非禮案係會係突然間急速上升。嗱，你信唔信呢？冇噶，咁啱嗰個肥佬其實佢唔係想即係博隔離嗰女仔夢啊，但係個女仔咧幻想，逢係男人都中意我嘅，佢就跌埋嚟一定係想非禮我啦，咁大叫。咁但係可能人哋真係身材肥胖，咁你可以點啊？到時又係3個字審死官。另外咧就係講嗰個安全問題啊嘛。因為就係話而家好似嗰條友咁俾人哋係被困45分鐘咧，竟然成班就話唔准剪呢個安全帶啊，揾消防嚟啊，係要咁樣拆個安全帶。咁所以而家江玉歡亦都係促請咧，就話係容許喺即係可能緊急嘅情況之下咧，係可以俾剪斷嗰個安全帶。咁因為佢又話覺得合理啊，佢話你冇理由即係卡實咗嘅時間就下下就出動消防員噶嘛，因為你話今次就屬個別事件啫，又話有人擺啲石子。你難保唔知後日有人抌垃圾或者啲塵啊，就整咗入去咧，又令到壞咗嘅時間，咁就搞到咧根本咧又係用唔到安全帶，又可能咧每日有幾單，咁你想點搞先？喂，呢一個你自己政府好啦，拋咗波俾巴士公司，咁如果你巴士公司根本你喺立例之前你都已經接受咗咯，咁你冇辦法噶啦，而家政府加拋波俾你，你咪硬食咯，你咪 make sure 啲安全帶一定好咯，如果唔係話就一定要把鉸剪咯，如果唔係你點算啊？嗱，其實如果我哋作為市民啊，好簡單嘅啫，好啦，而家有冇高官走出嚟呢？係實牙實齒宣佈就話啦，只要係喺2026年1月20日登記嘅巴士，係咪先至要強制戴安全帶？咁其餘呢係之前呢申請即係註冊嘅巴士呢嘅乘客啦，係純粹自願戴啫，冇戴嘅都唔會罰5000蚊。有冇一個官員夠膽走出嚟講呢一番說話？暫時冇啦。但係如果你講得夠膽咁樣講嘅話呢，咁我就恭喜你啦，你有好大機會咧做下一屆嘅特首啊！因為做特首係根本就需要有呢個係有膊頭有承擔有腰骨噶嘛，唔係好似有啲人咁樣就話啦，講嘢唔負責任嘅就話，哎呀係啊啲爬網好安全噶，最衰係嗰啲發泡膠咋，同埋嗰啲竹棚咯。好啦，唔夠幾日就即刻轉態就話，哎呀其實咧係唔關我事噶，因為咧我係想快啲話個消息俾大家聽，咁啊講假新聞就唔好似嗰啲人咁啦，佢永世都唔使注意做特首噶啦。咁所以咧，亦都有網民即刻咧喺網上面揾到有冇啲嘅神器係可以，即係除咗係幫手撳巴士鐘之外咧，有冇係辦法可以剪斷個安全帶咧？原來淘寶有就話秒割安全帶，快速淨脫束縛。嗱，呢樣嘢係緊要啊，因為你話如果咁啱真係有巴士意外咧，唔知個巴士着火，你竟然係扣唔即係甩唔到安全帶咧，真係一鑊熟死硬噶。所以真係，即係其實我覺得你政府喺呢個時間趁住呢個時間嘛，好啦，我哋循循繼意再審議，我哋可能暫緩咪得咯。你暫緩一句你都唔講，咁你想點啫？嗱，而家我哋成件事就見到咧，就係自從有咗國安法之後，有完善選舉制度，亦都有完善嘅立法會選舉制度之外，特首選舉制度同埋有23條之後嘅中國香港咧，就審條例啊，就係竟然就係由特首到運輸物流局啊、運輸署嘅高官啊、一眾嘅審議嘅法例嘅員啊，竟然全部係冇留意到呢條法例嘅一個漏洞。而且佢哋係一直走出嚟咧講嘢咧，其實基本上就係亂噏嘅啫。咁李家超仲有話啦，大家認清事實啦，好多國家係英美啊都係有規定嘅佩戴啦。咁我都講過啦，唔該你睇清楚啊，人哋咧係冇 compulsory 一定係要逼令啊，係佢人戴安全帶嘅。尤其是係講緊佢嗰啲咧係短途嗰啲車啊，即係嚟市區入邊嗰啲咧係唔需要嘅。講緊譬如話真係咧係穿州過省咧，我係譬如想去倫敦去曼城睇波，咁搭個長途巴士咧，嗱嗰啲就可能咧係一定係要你咁樣戴啦。
係啦，截至咧係喺呢個2026年嘅1月30號啊，即係喺法例生效之後5日之後咧嘅下晝2點30分啊，香港時間，我都仲未睇到任何一個高官係就住呢次事件咧就走出嚟就公布任何嘅消息。我淨係知道好似話咩而家咩攞特區政府嘅passport 咧就可以去阿塞拜疆咯，我淨係睇到單咁嘅消息咯。但係我哋唔係要呢啲啊嘛，我哋而家係迫切性需要係要知道究竟咁樣做合法定唔合法。嗱，而家係搞到咧，好似你立完例之後咧，人哋問你咧，全部都係國安法咁嘅。問你如果我上網咁樣寫句嘢咁樣犯唔犯法啦？講句嘢咁樣犯唔犯法啦？唱歌犯唔犯法啦？全部冇高官答到嘅。咁但係咧就係，我唔知你啊，你哋自己諗啦，你心諗啦嚇。即係好似點解有啲劇團申請嘅啲分庭申請極都申請唔到嘅？點解啊？係咪因為有啲係叫做係你不受歡迎嘅藝員啊？或者有啲演員啊，黃秋生嗰啲又唔得啊？或者係可能其他嗰啲啊，搞到咧連係即係金像獎都唔俾佢即係參加去參展啊？點解會咁樣啊？冇人知道，淨係話咯，你哋自己心諗啦。即係而家咧個法例咧，唔係淨係規管咧，係即係喺法律後果咁簡單，而係講緊啊喺嗰條紅線係你自己諗，你都自己定。咁而咧嗰啲後果咧，唔係法律後果，但係咧係有其他法律以外嘅後果。咁你呢條條例咧，其實就真係非常恐怖。希望大家繼續免費訂閱啦，方法就喺右下角撳訂閱時間。記住撳鐘仔揀晒全部，咁然之後左下角俾個 like 我，感激啊！咁約定大家我哋下次時間再見，拜拜。